今次好興奮要出發去一個未去過嘅國家，乘搭 EasyJet 來回機票只需要80磅，去土耳其嘅度假勝地 Antalya， 航程差唔多4個半鐘，晏晝1點55分喺利物浦起飛，晚上9點20分到達 Antalya。Uber 去酒店大約25分鐘，11磅。今次住呢一間酒店叫做 Just In City， 呢間精品酒店非常之新，2人雙人床房5晚只需要200磅，即係每人平均每晚20磅咋，仲要包埋每日新鮮焗起嘅包點早餐，簡單但係可以填肚。酒店好方便，行幾分鐘就嚟到古城大門 Entrance Gate 嘅入口。個塔個外牆一嚿嚿嘅石頭企滿晒一隻隻嘅白鵝，好搞笑，企得咁辛苦。遊走喺羅馬古城，啲建築物外形好靚，好特別。一路行就會行到嚟呢一個觀景台，可以望到長長嘅地中海同埋對面連綿不絕嘅山脈。再行多10分鐘到就會嚟到佢個 Roman Harbour， 坐船出海就係喺呢度上船。我哋12月頭嚟，氣溫非常之舒適，好似香港嘅秋天咁，唔凍唔熱。坐船出海遊船河45分鐘，每人9磅3。佢哋好識揾錢㗎，中途幫你影相，即場印返出嚟再氹你買。走嗰時唔使行樓梯，搭返 lift 上去就可以去佢另外一個觀景台，望到晒個古城同個海港嘅全景。喺懸崖邊嘅餐廳食嘢好正。夜晚就去咗行街 shopping， 可以沿住條大街一直行，行到盡頭就會係一個大型商場 Mark Antalya。土耳其物價比較低，太好買啦，每日都要去唱2次錢先夠使。晚餐就係喺商場嗰個大 food court 嗰度解決，最平2到3磅都已經可以食到一個餐。第3日就參加咗個本地團去玩滑翔傘，成為63磅半。我個教練喺幾年前贏咗個滑翔傘比賽嘅世界冠軍添。佢9歲就開始玩，玩咗13年，而家先係22歲。跟住佢真係冇有怕，行幾步就已經輕易飛得起，真係好似一隻小小鳥咁。呢度玩好靚，有山有海，有好多密密嘅建築物。雖然其實冇遮冇掩咁，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定好安全，因為起碼拍住一個專業嘅教練一齊飛。佢哋好有經驗㗎啦，因為佢哋話夏天旺季嘅時候一日飛7次添。尋日刺激完，今日 hea 地就比較輕鬆嘅行程，只係去做個 SPA。22磅試下土耳其浴，包咗焗桑拿，有人幫你沖涼擦背，同埋20分鐘嘅精油按摩，好適合懶人瞓喺度就可以乾淨晒，俾人捽晒啲老泥出嚟添。今日凌晨3點就由 Antalya 出發去棉花堡熱氣球團，125磅，車程約3個鐘度就會嚟到呢一個超夢幻嘅國度，睇住一個個熱氣球被吹起到脹卜卜，再慢慢升上天空上面，配埋背後個鹹蛋黃日出，真係美絕啊！仲可以清清楚楚欣賞埋下邊嘅棉花堡添。落返地下就繼續跟住導遊哥哥遊走古城。喺棉花堡行走，為咗保護佢白雪雪，所以係要赤腳行㗎。不過就會俾佢嗰啲沙石拮到腳痛，所以要慢慢行。棉花堡白色嗰啲唔係雪又唔係鹽，而係因為石灰華沉積物而成嘅。天然嘅水流帶嚟礦物質，遇到空氣就會沉澱，長年累積就形成雪白嘅梯田。午餐就係包埋團餐嘅自助午餐。喺呢度坐交通工具好方便，直接用信用卡俾錢就得，每程都只係75p。我哋就喺搭飛機之前去機場隔離嘅大商場 Mall of Antalya 作最後衝刺。如果坐的士，記住要叫司機開咗個錶啊！同埋去機場嘅話就要預留多啲時間啦，因為總共要過3次安檢。嚟土耳其一定要記住買佢哋嘅軟糖 Turkish Delight。另外我好中意佢哋呢度嘅感冒薄荷茶，好通鼻。又可以留意下佢哋呢一個藍色眼睛 Narsa 象徵，代表辟邪保平安。仲有啲工作坊俾你參與整呢一啲土耳其馬賽克燈。貪靚嘅可以去試下土耳其浴，或者男士可以去試下剪頭髮或者剃鬚。俾人玩下開心下嘅就可以試土耳其傳統加咗藍競粉嘅雪糕。愛貓者嘅就會喺街頭小巷都會見到野貓出現。今次旅程有驚喜，上天下海都可以玩，玩唔晒㗎，下次再嚟過啦〜